各位街坊注意，你每日講嘅粵語裏邊藏住啲熟悉嘅陌生人，明明把嘴講到爛，寫到紙上變文盲。今日我哋舉辦粵語本字找不同大賽，4個你絕對認得，但肯定寫唔出嘅神秘字體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戚喜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戚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E。可以揾到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梢也，就即係咧攞住物體嘅上部咁解啊。後來咧就泛指咧用力咁樣去提起物件，我哋可以咁樣造句，佢一下子啊就即係個煤氣罐跑上3樓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我的天哪！驚未？頭先嗰個字先至係熱身菜咋，跟住落嚟呢位選手更加匪夷所思。佢個樣睇落去似穿越劇道具，把聲聽落似你朝早嘅鬧鐘，用法居然可以同古人隔空擊拳。準備好接受靈魂拷問未？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諗下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諗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HEN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《詩經·小雅·四卯》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：豈不懷歸，是用作歌，張武來諗。呢首《詩經·小雅·四卯》咧，所表達嘅係一位小官啊，佢為咗執行公務，就經常咧喺外邊周圍跑，就好少能夠翻屋企嘅。咁啱先嗰句嘅意思咧，就係我點會唔掛住屋企呢？所以寫呢首詩歌，以此表達對家母嘅思念。所以咧，呢個諗原意係指思念嘅，後來就泛指想咁解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。呢個問題啊，俾多啲時間我諗下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厲害！以為已經辨識到粵語嘅深度，呢個字先至係終極嘅偽裝者。表面係人畜無害嘅日常用語，實際係古籍裏邊嘅 VIP 貴賓，仲識得變身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抌心口個抌，佢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DAN 可以揾到。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心擊也，就係用力擊打嘅意思啦。到咗現代啊，我哋粵語裏邊咧仲保留住呢個用法噶，譬如話抌章就係呢個抌。另外啊，如果形容咧你好後悔嘅話，就可以用抌心口呢個詞啦。你哋 get 到未呢？睇完呢4條變臉大師，係咪覺得粵語係密室逃脫遊戲呢？留言話我知邊個字最令你懷疑人生，點讚收藏呢份粵語防偽鑑定指南，關注我，下期帶你解鎖更多識講唔識寫嘅奇妙本字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